歡迎大家收睇財富訊息。Coco啊，最近有冇留意到咧？美債收益率咧明明係一直上升啦，但係美元指數咧偏偏升唔起喎，甚至出現下跌添，打破咗平時債息升、美金強嘅定理喎。係啊，平時咧債息升，通常咧就因為經濟好，聯儲局要加息，吸引咧外資去買美金。不過今次咧美債收益率被推高，根本咧就唔係因為經濟好，而係因為美債供過於求喎。冇錯啊，為咗應付政府日常開支同埋債務借新還舊啦，美國財政部咧要持續發債㗎。不過面對美國政府龐大嘅財政赤字啦，投資者咧就自然要叫高個價，要求更加高嘅收益率咧先至肯接貨喎。咁仲有啊，就係啦通脹嘅黏性啦。大家啦都驚關稅政策同埋供應鏈重組啦，會令到通脹居高不下。持有咧長債嘅實質回報咧就會被通脹蠶食，亦都令到投資者咧要求較高嘅收益率。其實都解釋咗啦，點解美元指數咧升唔起啦？係啊，如果咧係因為經濟好加息而導致到債息升啦，美金當然啦就會跟住升啦。但係如果咧債息係因為債務風險高、發債太多而焗住升咧，咁呢一種嘅借貸成本上升，咁反而咧就會削弱大家對於美元資產嘅信心喎。第二咧匯率咧係相對嘅，美元指數裡面有歐元啦同埋日元啦。最近日本央行咧就走出咗超寬鬆嘅政策，而其他嘅央行嘅態度咧亦都係偏鷹㗎。美日又或者係美歐嘅利差咧係縮窄咗咧，其實外資都唔一定要買美金嘅。咁仲有咧就係全球去美元化同埋央行分散風險。好多海外嘅央行啦沽出咗美債之後，轉過頭咧就買咗黃金啦，又或者係其他資產，根本咧就冇將啲錢咧換翻做美金嘅。加上美國咧本身嘅財政赤字同埋經常帳赤字咧係咁嚴重啦，如果外資唔肯持續流入嘅話咧，美金咧自然就會出現一個貶值嘅壓力。最後啦，如果名義收益率上升，純粹係因為通脹預期係被拉高咧，扣除咗通脹之後嘅實質利率咧就根本冇升過。其實外資仲邊有動力去入場做套利咧？咁總結一句啊，當收益率上升變咗做一種咧風險補償，美債收益率越高，反而咧就越變咗做美金嘅負擔啊。講到呢度啦，大家一定要留意翻8月底將會召開嘅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會啦，因為今次咧係美聯儲主席沃什咧上任後第一次亮相㗎。冇錯啊 ，Ivan 啊，你知唔知咧？回顧咗過去10次 Jackson Hole 會議，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咧有9次喺開完會之後咧都係上升嘅喎。咁即係話債券價格有90%機會都係跌嘅喎。係啊，因為咧每次開會之前，市場咧往往都會過度定價鴿派嘅預期，結果咧美聯儲主席演講嘅時候，冇辦法唔發表一啲比較克制，甚至係偏鷹派嘅言論，幫過熱嘅市場咧潑下冷水。而現任主席沃什啦，更加想建立一個新常態，就係少啲嘅前瞻指引，多啲用數據說話。央行啦唔想再俾過多嘅承諾，費事啦俾市場綁手綁腳，失去咗咧政策嘅靈活性。即係未來政策嘅不確定性會增加啦，債市短期波動咧都會加劇喎。咁所以咧債市要做到2大要點。第一咧就係控制存續期，短債優先；第二就係分散美債以外嘅市場，例如係可以配置一部分中國債市。因為中國嘅貨幣政策同埋經濟週期都同美國唔同步，可以發揮到避險同埋分散風險嘅作用。股市方面咧要留意翻啦，債息升咧對股市構成咗2種風險因素。第一咧就係無風險利率係被拉高咧，企業嘅折現率係會上升，而高估值嘅增長股啦同埋科技股咧係會面臨比較大嘅估值修正嘅壓力。第二咧就係會吸引翻部分資金啦，就由股市啦流翻去債市嘅。咁股市部署方面啦，可以適量去減持高估值嘅股票，轉向現金流充足、資產負債表相對健康嘅股份，包括係高息防守股，例如係公用事業。亦都可以考慮部分受惠高息環境嘅優質金融股。當然啦，亦都要保留翻部分現金啦。等市場因為債息抽升而出現過度拋售嘅時候咧，可以分段吸納翻一啲優質嘅資產。好啦，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